槍聲一響啊！呢場賽事已經展開啦。混合組第2場嘅初賽 D 組賽事，第一線最埋岸嘅係開雲龍，第二線永盛工程對面海，第三線九龍體育會逐浪小子，第四線 Today， 第五線立邦油漆金翼龍，第六線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工銀飛龍啊，第七線保羅布龍，第八線魚米七勝利之友啊！好啦，過第2個浮波啦，暫時見到稍稍領先會係第6線啊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工銀飛龍啊，同埋第5線立邦油漆金翼龍喎，仲有第2線永盛工程對面海亦都追緊上嚟。外邊魚米鎮勝利之友第8線喺後邊冚緊上嚟啊！好啦，準備過最後浮波，暫時1個領先，後邊3下2步，第2線永盛工程對面海後勁好快啊！喺後邊追咗上嚟，第2線、第5線立邦油漆金翼龍亦都到緊後邊第6線中國工商銀行亞洲飛龍啊！好啦，準備過終點啦，第2線永盛工程對面海有少少優勢，但係第5線立邦油漆金翼龍後邊追咗上嚟啊！終點啊！永盛工程對面海稍稍領先第5線立邦油漆金翼龍啊！